台湾也5年来，鸡卵年产量大体有69亿粒亩，主要的产地是彰化同屏东。桃园到3年，当年爱食300粒嘅鸡卵。家下报道也有讲到，今年鸡卵产业遇到10万多嘅危机，论对生产业者到消费业者的卫生安全，又在高速度讨论。农委会也按多年来一直希望讲，是得来推动鸡卵种可爱用新鲜的，还个用容易败露调黑的包装材料，不过受到许多的争议同反对。接下来看下来关心。一粒粒小泡有大粒的鸡卵，经过亚土荷兰进口的刺痛食品，鸡卵在新鲜几度空进站，用比鸡卵温度还较高的水来洗，也洗嘅水，桃园有40度按烧，做得老任何风的细菌洗到强强利利。当然，你热水越热的水，它的清洁程度一定是越高，但是它可能会导致蛋壳会比较容易破裂。所以其实我们的水温是3道水温，是先从比较接近就是本身鸡蛋母鸡的一个温度，然后慢慢去提高它的水温，这样子让它就是不要一次说非常高温的水去清洗。也按多年来竟发生禽流感、韩国又有食安嘅问题，关于亚件太细向上公司就决定爱进口也7000万元嘅新鲜食品，为了加强人的安全。你如果不洗的话，或许储存条件你可以放的稍微久一点，但是你今天蛋上面只要不洗，它上面的细菌含量会非常的高。那以我们公司的做法，我们就是在蛋上面，我们在洗选过后，角质层洗掉之后，我们再封一层食用油上去，就是等于是取代角质层的一个效果，让它的保存期限就是不会因此而改变。那在这一块的部分，这一台是我们的脏蛋检测机，它可以把我们在蛋上面有脏污的，包含一个小点都可以挑出来，确保说我们每颗蛋都是非常洁净、白皙的。先用人工来脱卵，再个送到机器烘洗，再个封一层垃上去，检测往后做的卵，再个利用天风长工当点卵有起膜。前面机器为老母猪看唔到，有必碰嘅卵同单叶嘅卵脱撇。一间香山公司含有实验室，当日都会检查卵，来判定卵的品质。其实我们每天就会去测我们鸡蛋的一个新鲜程度，然后包含说像是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总生菌数之类，这是我们每天会去检验的。那我们在每个月还会去做一个像是药残部分的检验，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一个动物用药。其实我们每半年都还会把我们的鸡只的一些饮水啦，或者像是鸡只的一些饲料，我们会再去另外去做第3公证单位再去做一个送验。照统计，也5年全台湾鸡卵生产嘅总量，对101年67亿粒，到105年1年比1年多有73亿粒卵。桃园1年鸡卵嘅产量大概有69亿粒。不过国内现时生鲜厂北埔有5厂，中埔有18厂，南埔17厂，东埔2厂，总共有42厂。係用國內當日卵的產量大概2000萬粒來講，現時國內生鮮廠當日做得處理的量大概有1000萬粒。我们是希望另外那个50%没有经过洗选的散装蛋，最后上到市场的之前，我们要全面洗选。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这50%，未来在1年之内呢，我们能够提升到75%以上，然后也在2年后呢，是不是能够期许能够大家一起来配合啊，变成一个100%洗选的一个样态。講到卵愛貴下嘅生鮮高，考到資金從天下掉，青島農民都認為愛推廣冇按規。像我们这种小厂的话，其實變成就是還得要再運送，我們自己配備這個配備是不可能的，因為政府補助的跟設備費這兩者落差真的太大，那政府也不可能每個小廠都補助啦，這也是事實。它的場地受限。可能还要一点点时间，但是政府应该是有宣导，在于年底要全面。那还有这个洗选的部分，它的认证的部分，
是不是需要一个比较大型的集散地，或是洗选场来处理？因为它面临的劳力问题。我们大部分的通路，他们都没有冰箱在冰站。对。洗过了比较多那一棒啊。对。洗过了比较多。对啊，我们这样子擦的是比较，因为我们是用70%的食用局部擦，然后我们是做局部擦拭，等于说它擦的同时它还有杀菌。有乐农认为用食用酒精来出没有清洁的效果，希望天作会传统柜下的实现过，理解天作要有完整的配套做法。想要推动全面洗选化，它必须要连首先下游的业者、一些商店，他们的冷链的设备要先到位，牧场这边才有办法，应该是说洗选蛋才有办法在市面上面流通，因为洗选蛋它一定要冷藏，然后若是不冷藏的话，可能只是室内低温的情况下，它的效期是比较短的。不过，没有专家反对结论实现，认为安尼会同润喉本身的保护膜相贴。还用这个比较热水把它那个冲洗。如果温度控制不好的话，这过程不好的话，它可能就会吸进去。那吸进去的话，本来上面的话，本来它蛋壳是一个自然保护，你把这个外面的吸进去的话，就容易感染，但反而容易危险。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它洗的会把蛋壳上面有一层保护层洗掉，反而更容易坏掉。没有乐农认为，应该会照无控用嘅消费者同合作嘅通路买嘅习惯来传统。现在的知识越来越发达嘛，其实很多消费者也知道说，其实蛋不洗比较好，所以我们还有被要求说，你蛋不要给我洗的。对，我也不要洗过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要投入洗选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他们是食品规范的厂，就是说你的蛋一进来，我就是餐厅了，或者是我就是一个食品加工的工厂了。那我有一些生菌数上面的控管的问题，所以我不能让你的蛋壳上面有生菌数来交叉污染我其他的食材。看那国外嘅啲日本、美国都会传统实现，不过澳洲三唔起，嘅推办，顺来用哪种方式较合适呢？农委会整体考量是认为，在台湾现在消费者对于鸡蛋的食用的习惯，他们只要买了以后都会自动的放在这个冰箱的冷藏，所以在整个保存期限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因此我们还是选择就希望透过洗选来这个不但可以去除疫病的一个介质的一个传递，然后也能够在消费者的现实的这个消费习惯，大家有做冷藏事实上是两者最兼顾的。那不洗选跟洗选它各有利弊，但是我的看法是，如果你要做不洗选，你的蛋不洗选的话，那你整套从捡蛋处理、包装、运输等等，你都要掌控得非常好，然后没有污染，然后全程是就是你要保证它的那个没有裂缝啦，没有沾到一些大便啦什么的，这样的话才是安全的。可是很难全程每一颗蛋都是这么的安全。为了为传统结论全面实现，农委会没提出新的补助同附头措施，就是由这个农民团体，包括农会或者合作社，他们自设，他们也可以自设这个洗选厂，然后农民就把蛋交给洗选厂，来清洗，清洗完了，如果要批发出去带蛋商以后就不用再到这个牧场去载蛋了，而直接到洗选厂去载蛋。那其实它的相对的一个跨区域的一个传播的媒介的介质已经减少，而且会改变一个新的样态。所以对于农委会呢，我们会琢磨在这个补助农民团体来新建这个洗选厂。除了为传统实现。本蛋phòng檢票未計劃為規定，論農會用100種方體的包裝材料來運送結論，
他後同論農大合，現時規天所有總論嘅南美天從嘅小土搶來，韓國地度為貼一層全新嘅自白嘅，將做得拿來總論運送，論將唔會驗證南美交來交去，要同社區扯來扯去。唔過未來還係希望傳統用一百就豐鐵的包裝材料。我想禽蛋的这个产销的体系终究在台湾可能还是要走向像日本这样的模式。就禽蛋的话，最好能够经过那个洗选，然后经过分级包装，然后使用真正的一次性的所谓的容器或者是包材。这样的话，所以日本的蛋99%是经过洗选的啦，而且他们标榜他们禽蛋就鸡蛋是可以生吃的。我想这个是最终的目标啦。如果真的还想推一次性包材，先把配套措施做好。先把成本问题解决消费者愿付价格，然后消费者会去要求运输端、生产端去做改善然后大家要分摊这个增加的费用这是第一个成本的问题。再来就是说，你说材料的问题嘛，这个譬如说改善运输车的装备啦等等这些，其實只要配套想好做好，还是可以推的。認證生鮮後嘅卵都被車架包裝，韓國農業只上係最隨意，有專家認為生鮮卵係講傳統成功，其實就不為係嘅韓網有判斷傳統包裝卵嘅材料，用100就豐鐵嘅做法做唔到嘅部分。生鮮卵嘅政策講起來係天朝嘅做。因為類傳統皮套亦為用嚟規劃，生鮮後嘅卵為查研條嘅內圖，每天做為設定好勢，將把關呢度台灣嘅卵嚟試錯。